睇清楚呢張相，中間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但係坐喺佢身邊嘅唔係各個政要，而係一班足以撼動世界文化圈嘅怪物。呢個唔係萬聖節 party， 亦都唔係電影宣傳，而係日本島上未來國運嘅喺12月22日，日本首相官邸召開嘅最高級別嘅戰略會議，目標只有一個，就係將日本嘅內容產業做到20兆嘅日元，成萬億港元。憑咩做到20兆？你睇下坐喺前排嘅神級陣容，左邊戴黃色圍巾嗰位係押井守，佢執導嘅攻殼機動隊啟發咗黑客帝國，佢代表嘅唔單止係動畫，而係日本內容產業嘅哲學深度。隔籬黑袍留鬍鬚嗰位係村上隆，佢嘅公司 KaiKai Kiki 將御宅族文化同 LV 結合，令西方世界跪低埋單。佢係現場最識得將日本次文化包裝成天價藝術品嘅操盤手。再隔籬嗰位霸氣女 rapper 叫 Average， 作為環球音樂旗下大將，佢英文日文雙修，嗰首 Gira Gira 係 IG 神曲，佢話俾政府知日本文化唔只得係卡哇伊，仲可以好 spicy， 係幫日本嘻哈打入歐美市場嘅關鍵人物。畫面再轉去右邊，綠頭髮嗰位叫做管生健人，大家可能淨係知道佢係管田將輝嘅親細佬，但佢絕對唔係卡哇哥。嗰首洗腦神曲係有個 concept， 嗰句 Giri Giri Dance 就係佢唱嘅，佢代表緊網絡原生代，係日本用流量反攻世界嘅秘密武器。最搶眼嗰位當然係佢，惡魔裝出場嘅 Demon Kaka， 千祈唔係俾佢嘅外表呃到，其實佢係早稻田大學嘅高材生，亦都係搖滾歌手，同時係頂流嘅商學評論家。政府要揾佢，係因為佢真係有跨界影響力，能夠代表亞文化擴散力嘅人。最右邊金髮西裝嗰位係小室哲哉，90年代一手製造 J-pop 輝煌嘅教父，佢今次復出只有一個任務，對標韓國 K-pop， 幫日本音樂攞返亞洲霸主地位。睇明未？日本政府終於覺醒，以前靠官僚搞 Cool Japan 係賭錢落海，而家高市早苗直接集550億日元，揾呢班最識賺錢、最識流量嘅，甚至係最離經叛道嘅怪人嚟揸 fit， 目標係將內容產業海外銷售額由而家嘅幾兆推到20兆日元。大家要知道呢個數係對標緊日本嘅汽車產業，當豐田、本田嘅電動車時代面臨挑戰，日本係想靠動漫、遊戲、J-pop 打造第二個經濟引擎。呢張照片話俾我哋知，未來嘅頂級競爭拼嘅唔係工廠嘅流水線，而係想象力嘅變現能力。接住落嚟，我哋一齊見證呢個國家點樣將天馬行空嘅幻想一步一步變成真金白銀嘅資產。Follow Lenny，發現更多日本商業小驚喜。